好，最近这鸟鼠的防治也真做是大家讨论的议题。来看中华河滨呢，有一栋徛在这门卡口，长期以来纸箱仔甲粪扫是蹲甲甜一甜。这厝边定定拢伫咧附近看到家蛇甲鸟鼠，真烦恼这公共卫生会受到影响。彰化县环保局表示讲，已经有派人去甲稽查，这厝主若准无改善，安尼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甲伊开单，而且联络清洁队去甲强制处理。 门卡口全拢是纸箱仔甲粪扫，甚至连出入拢有困难。彰化河滨镇有一栋徛在门口，长期以来蹲满侪纸箱甲粪扫，造成环境卫生的顾虑。附近厝边就讲，毋若定定闻到臭味，甚至佫有家蛇甲鸟鼠四界走，互因真困扰。恶臭味啊！恶臭啊，蚊虫然后蚊虫啊，你等下可能身上就会有蚊子的病。对呀、对呀、蚊虫很多啊。 老鼠啦、猫啊都会招人，而且这边都会生一些野猫。狗抓鸟鼠规个啦，啊要安怎无法度啊，甲讲伊嘛无听，伊嘛是安尼。厝边表示，囤物件负责人并无住伫遮，过去清洁队嘛捌来强制清理，但是无偌久，门卡口就搁蹲甲甜满满，严重影响环境卫生。环保局表示，已经有发文予当事人爱伫拜二进行改善整理环境，拜三早起已经派人去现场稽查。 针对这种民众吼，伫徛街拢会囤一寡有诶无回收诶一寡物件。今日早起有同事过现场做稽查，有现场还未做清理诶时阵，阮会甲开罚单，变做讲阮会联络公所这边吼来做强制清除诶处置方式。 彰化县环保局表示，稽查了后，确定行为人无伫期限完成改善，嘛因为伊是累犯，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加重处罚罚6000块。接落来会联络清洁队安排时间来强制清理。环保局呼吁，物件囤甲满世界，可能会引来家蛇、鸟鼠等等，造成环境垃圾。民众应该爱定期整理，共同维护环境经济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